生活小貼士，鋁窗保養冷知識。新地好快樂，品味生活圈嚇，進入生活小貼士嘅環節啦！一連4集咧，我哋咧都請嚟呢一啲鋁窗嘅專家咧，同大家講下咧，尤其是喺雨季咧，我覺得或者收到一個強制驗窗通知嘅時候咧，大家都唔知究竟要揾邊個搞，或者要點樣搞啊！希望咧，我哋透過咧呢一系列嘅小貼士咧，可以幫到大家。咁我首先介紹今日嘉賓先啦，佢就係嚟自陽光鋁窗嘅 Tasco。Tasco， 多謝你再一次上嚟。Hello， 你好啊！嗱，我哋之前咧就講過咧，就係即係裝修啊，或者發現啲鋁窗唔係好順暢啊，咁甚至乎咧就係收到政府嘅強制驗窗通知嘅時候咧，我哋可以點樣處理？不過咧近來咧都落過幾場好大嘅雨㗎啦，咁啊嚟緊呢應該咧就到風季。其實風季雨季咧以前大家就冇咁擔心，但係隨住咧可能你住耐咗，或者而家咧好似上個禮拜咁講啦，越嚟越多樓咧嗰啲玻璃咧係越嚟越大㗎嘛啲窗，咁啊大家都驚幾時會入水啦？平時啲雨唔入水嘅，但係連埋打風咧，佢砰砰砰咁撞埋嚟啦。好多時你都會見到入水。有啲人咧就話入水係正常嘅，有啲人咧就話唔係，入水即係代表你隻窗有危險，甚至乎咧即係有陣時咧打正香港嘅時候咧，你會見到啲窗咧係會爛噶嘛。喂，其實喺個保養嗰個方面，我哋要點樣去確保呢隻窗我哋盡咗我哋嘅能力，令到佢唔好爛或者唔好入水咧 ？Tasco 係啊，其實打風大家都我諗都好擔心㗎啦，尤其是今年天文台仲話都比較多嘅風球會嚟到，咁啊打風落雨，我提大家記得一定係閂窗啦。咁但係其實今次喺呢度咧，正住呢個機會咧，咁其實可以提一提大家，亦都可以留意翻嗰個窗嘅膠邊。膠邊講緊係個窗褥啦，同個窗框啦，四邊都會有個膠邊喺度嘅。係咁啊，內外加埋總共8條膠邊。嗱，窗褥嘅意思即係塊玻璃係嘛？窗褥就係推開咗隻窗出去，咁嗰扇窗，我明啦，即係連埋嗰隻窗。係啦，連埋嗰隻窗，咁你閂翻埋嚟個框上面都會有個膠邊，即係8條膠邊。係啦，總共內外總共有8條膠邊嘅。咁其實膠邊隨住日子嘅耐咗啦，咁其實佢都會慢慢老化。咁老化咗個膠邊之後咧，其實佢會係變硬啦，或者係會再縮短嘅。咁啊，如果有呢啲咁嘅問題咧，其實都漏水都即係會入水啦，會幾大問題。因為膠邊最主要佢個功能啦，就係阻住啲水唔俾佢入啊嘛。防水啦、隔音啦，同埋會有少少嗰個防撞嘅功能。咁我頭先 Alfred 提到可能都會有嗰個安全性嘅問題啦。其實膠邊佢嗰個作用除咗防水之外咧，如果當你打風落雨入水，佢入咗落去個窗框嗰度嘅話，咁有機會係滲水滲到落去窗鉸上面一啲嘅螺絲啊，或者一啲拉釘嘅位。係啦，即係而家咧，我哋畫面咧見到咧就係嗰啲螺絲位、拉釘位，正常咧就唔應該生鏽，亦都唔係因為咧佢喺個室外啊，所以生鏽，就係因為咧你可能啲膠邊老化咧，入咗水落去，儲咗喺度，就令到佢生鏽啊。係啊，其實如果有呢啲情況，其實都幾危險下噶。咁因為佢如果生咗鏽或者係氧化咗嘅話，佢個受力係會越嚟越弱啊。咁當你可能打風嘅時候啦，突然之間有風扯一扯個窗出去，咁啊或者可能你自己平時用嘅時候唔係話太過鏡射佢嚟用啦，咁一下唔覺意大力得滯，一扯斷咗個拉釘，其實呢個情況就會係十分之危險。哇！咁我哋點樣知道咧？其實啲拉釘有冇扯斷，或仲齊唔齊啊？或者有冇生鏽？其實大家喺屋企嘅話啦，可以自己去攞塊鏡啦，去檢查一下嗰個窗鉸上面嗰個拉釘或者螺絲。嗱，而家大家上翻嚟咧，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啊，你會見到咧嗰個位喺邊度嚟㗎？我而家俾咗張圖大家睇㗎嚇。係咁，嗰個窗鉸上面其實佢嘅底同埋個面啦，各自都有3口螺絲或者拉釘，即係話一隻窗鉸其實要有6口嘅拉釘啦。咁講緊每一隻窗總共要有12口嘅拉釘，咁先至係穩妥。咁當然你睇翻佢有冇缺失啊呢啲情況啦。咁大家自己都可以檢查得到嘅。咁當然最好嘅，如果你自己唔識 check 嘅，梗係揾翻專業人士去檢查啦。通常要幾耐時間？即係譬如話隻窗可能已經整過一次，或者即係新居入伙咁樣，幾耐會有呢啲情況出現？其實屋宇署都有建議10年以上就最好揾一揾個合資格人士上去檢查啦，即係做翻一啲定期嘅檢查。咁亦都會睇翻可能你自己本身咁可能我早幾年維修完啦，咁啲材質係咪一個好好嘅材質咧？咁可能因為窗鉸都會有分304啊、316嘅材料啦，咁鋼材係啦，鋼材上面啦，咁拉釘都會有分鋁釘啊、
半鋼釘或者係全不鏽鋼拉釘。咁呢啲亦都好睇重嗰個嘅物料嘅。係咁啊，所以咧，大家咧，如果咧你唔想啊，即係有入屋咧會有水嘅話嗱，通常咧水為財大家係中意啦，但係當然啦，打風落雨就唔想有水入屋嘅話咧，就要注意啦，自己咧就要好好保養你嘅鋁窗，揾塊鏡咧可以照下究竟咧你啲拉釘咧係唔係真係生鏽或者已係完好無缺啦。當然，如果咧你話自己唔想搞嘅話，一定咧要揾專業人士咧去幫你嘅。今日咧再一次多謝 Tasuku， 多謝晒。生活小貼士，鋁窗保養冷知識。